看台中市的消息，全国首创也是头一个做系统，就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利用这个雷达感应科技研究出来智慧路口安全警示系统。这个感应器会使侦测到往来车辆，电脑佫会使马上判断讲这两台车受浪的可能性有偌悬。伊会伫面板顶面显示这个警告标示。这套系统专门用伫车流量无悬，也就是车无济，无法度按这个车阳顶的所在，因为如果时常发生这个代志发生车祸危险路口，经过这个交通局的数字比较起来，伫到了后呢，这个事故发生率下降50%。这个路口只有闪黄灯，驾驶经过就直接冲，完全无咧看倒边正边是不是有车来。这边出来的车子都开很快，包括机车。时常在这个路口就会碰撞，大概3、2天就会一次。对。不过，即摆经过这个路口，会当看到顶面面板的显示，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这套智慧路口安全警示系统全国首创，利用顶面的感应镜头对内部备电脑分析是不是受浪的可能，一判断危险就发出警告。装设伫个经常发生事故，车流量无悬，无法度装车阳灯的危险路。它有规定的一些设置的条件，包括车流量也好，包括碰撞的形态也好，行人也好，甚至学校或者是路网控制，它有一定的条件才能设置。所以我们是挑选台中市这边这种事故比较多的几个路口来做示范。无装进前经过路口是无法度分辨，这是不是有车来，容易发生小浪。装了后咧，会提早警示，降低交通意外发生。交通局统计，装设的路口事故量是降低一半，因此会对目前5个点增加到14个，扩大装设。